宣稱喺2017年加入嘉華國際集團，喺廣州同東莞項目嘅相關法務事務，佢都有份參與，亦從中完成個人嘅成長同獲得工作嘅成就感。公司管理層咧，不單止係高度重視法務團隊嘅專業意見啦，更能夠通過制度化嘅機制，確保我哋嘅建議能夠得到充分嘅尊重同埋採納。咁我哋嘉華對法務價值嘅認可同埋支持，令到我本人同埋我哋嘅團隊喺工作當中係受到好大嘅鼓舞嘅。我覺得嘉華俾咗我好大嘅機會同埋平台。喺處理業務過程當中咧，除咗提升自身嘅溝通同埋交際能力，令到我嘅專業能力有重心嘅強化，亦都可以令到自己不斷咁樣橫向發展，發掘咗我自身多方面嘅業務潛力。回顧入職嘉華8年，宣稱印象最深刻嘅工作經歷，就係參與處理公司股權同債務嘅歷史遺留問題。嘉華喺廣州項目成立嘅項目公司係比較早期嘅，咁因為內地房地產政策啦、房地產市場發展等一系列客觀因素嘅不斷變化，其實慢慢係積累咗好多歷史遺留問題，需要我哋逐一去化解。其中之一就包括咗釐清公司同政府部門之間代持股權同債權債務問題。我哋理所當然係要通過合法合規嘅途徑去保護並且爭取公司嘅合法權益。喺處理歷史遺留問題過程當中咧，其實一開始我哋都毫無頭緒，同埋存在極大嘅障礙嘅。但係面對各種挑戰，我哋部門係唔會輕言放棄，我哋會開始轉換思路，多維度咁樣去逐一化解。我哋不時咁樣去持續翻閱歷史文件、寫報告、去拜訪政府部門，同我哋進行一個良好嘅溝通，建立彼此之間嘅信任，並最終係實現咗將原屬於公司嘅股權通過合法合規嘅途徑進行一個回轉，同時我哋都獲得咗政府逐年對我司進行債務清償嘅一個工作成果。喺呢個過程當中嘅艱辛同埋委屈咧，唯有我哋自己團隊先可以深刻咁樣去體會嘅。嗰陣時仲啱好撞正咗新冠疫情啦，但係最終我哋都可以順利咁樣解決，並且維護咗公司嘅合法權益，令到我自己同成個部門都感覺到非常有成就感，亦都係自己同公司共同成長嘅一個最好表現。8年嚟，宣稱認真負責咁堅守喺自己嘅崗位上，同團隊一齊維護住公司嘅合法權益。嘉華俾咗我好多發展同埋提升自己嘅機會，令我喺公司非常有歸屬感。我嘅上司 Miranda 同埋蔡生喺我工作過程當中係給予我好大嘅幫助，佢哋非常肯定、支持同埋信任我，令我可以更加積極同埋努力嘅工作，為咗公司嘅發展而做出自己嘅貢獻。喺嘉華，每一位員工嘅成長都同企業發展同頻共振。公司以人為本，共築未來嘅企業理念，讓嘉華人喺挑戰中突破自我，喺信任中創造非凡。